大家好，我是建友。伫玉立的法国阿爸，到呾奉献50多年的时间，伫台湾这块原本甲伊无关系的土地，对会晓讲华语，到台语、客语、华语知透透，甚至会当编原住民语对译英语，也有原住民语对译法语的书典。伊成立读册室、图书馆，帮助偏僻庄脚的囡仔，互因有较好的学习环境。伊成立资源回收站，帮助社会边缘人，替因创造食头路的机会，互因学习回归社会的能力。伊成立启智中心、疗养院，帮助身心障碍、智能不足的人，互因有安身立命的所在。伊相信世间无一项物件是笨数，人间无一个是无路用的人。无论是啥物身份、年岁的人，甲伊请求帮赞，伊拢袂甲因拒绝。你讲过我来听，今仔日要绍介的是甲爱奉献予边缘人的传教士刘一峰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振兴，真欢喜大家来收听你讲过我来听。这礼拜咱要来听一位对法国来的神父刘一峰，伊甲伊的爱奉献予边缘人。伊话无完，神父是1941年出世伫法国西平布列塔尼省的小镇。爸母是做事人，虔诚的天主教家庭，常常送菜色果子予善良人。阿叔意话是传教士，是部意话无完洗礼的大夫。大夫就是天主教内客别意思，可惜是大夫伫第二次世界大战过身去。伊用阿叔的名。意话的开音一方作为华语的名，好姓刘。刘一峰读巴黎大学哲学甲神学系时，读到教会的资料讲，佛罗摩萨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。毕业后，伊向巴黎天主教外方传教会申请，要去台湾传教。25岁迄年。由马萨的港出发，经过水斯运河，也门、印度、斯朗、西贡、香港，1个月后再来到基隆。伊先伫新竹学华语，2年后奉派去花莲、水等所在。伊除了做教会事工以外，发现花莲是多语言的地区。有台语、客语、华语、阿米斯、布伦、阿泰亚的语言，伊开始研究拄则讲的语言，嘛和法国神父布雷亚潘世光合编布伦加法语的词典，阿米斯加英文，阿米斯加法文的词典。1989年被派到玉里。迄时玉里的道路真济所在拢无担仔加，落雨时骑奥多麦去传教，有当时也会去互骨倒去。深入去基站，才发现戴口罩的囡仔真济，无读册倒啊通我用，有的册厝里嘛无电火，伊就成立读册室，互囡仔有较舒适的学习环境。前卫出版社嘛协助伊成立图书馆。1988年，巴黎外方传教会派刘一峰为玉里玫瑰天主教堂的神父。玉里镇有2间大病院，专门收留各地送来的精神病患者。有的出院了后，互家庭放散，无路通去，流落伫玉里的街头。玉里天主教堂坐落伫市区，
教会大门开开，经常有精神病患者出狱经生人、食毒的、身躯破伤的，入来教堂请求帮站。刘一峰神父拢来者不拒的甲因收留，定定受到教会执事长老反对。刘一峰神父以耶稣照顾软弱的人的精神，坚持袂使甲因拒绝。教堂除了敬拜天主以外，嘛有采道教的神像、中华列祖的神主牌啊，方便信众来天主教堂崇拜，是一个超越天主信仰的所在，玉里的信仰中心。1988年，台湾的环保意识开始浮现。神父利用教堂外500平的土地，成立资源回收站，让社会边缘人有工作的机会，有适当的收入。大约有70人过着团体的生活，养成工作的习惯以后，踏出去社会，会当过着有尊严的人生。有一个困伫车头的中年人，神父甲伊带转来。找所在互大，做资源回收的工作，佮鼓励伊去考驶卡车的执照。即马是资源回收卡车的司机，找到人生的第二春。另外嘛有一摆，神父的头壳去互出狱的经生人，甲伊讲一空，倒伫涂骹流血时，神父一直想要安怎原谅。毋是要安怎指挥的，伊认为人一定有良善可爱一面，爱互因有机会悔改。要来回收中心上班的人，唯二的条件：第一，袂使啉酒；第二，袂使做老大的。神父讲老大的，敢若一个尔，就是天顶的上帝。当着有人冤假的神。神父会认真的听双方的理由，再佮甲因安答，讲大家爱互相体谅对方等等。神父照顾因，就亲像照顾家己的囝儿孙相像。伊讲世间无一样物件是粪扫，人间无一个是无路用的人。因死过去收歹糖旧舍，甲物件分解。分类的摕出去卖，所有的收入，除了供应资源回收站的开销以外，还佫有良偿的钱，会当捐予法国神父顾超前的安德启智中心。1999年，安德启智中心的顾超前过身去，巴黎外方团教会派刘一峰兼任安德启智中心的负责人。安德启智中心是1983年成立的，是为着15岁到45岁的身心障碍、智能不足的人，互因有安心立命的所在。每一个医生的开销，每个月约4万块新台币，拢是由顾超前神父去法国募款来的。无够部分，除了有医生的家长交纳以外，医生嘛去山顶采野果做果酱，白德绍西做鹿涂骹的布乳啊，互学甲病院用，品质好，佫耐用，订单源源不断的。医生家己做胖来食以外，部分嘛摕去市场卖。拜五暗时会去夜市啊街头走唱卖艺募款。神父就是要甲因当作一般人看待，机能训练、环境整理、花材导生，拢爱因家己参加，爱不断的提醒演练。资源回收站收到好物件，伊就设立二手册店。二手家具店、二手电器用品店，互资源会当循环使用。
设立爱心农场，饲鸡、生鸡卵，通好摕出去卖，佮甲鸡屎含食剩的糞熬做有机肥、种菜畦，除了家己食以外，嘛摕去市场卖。这种种的措施，拢是要互边缘人有更较侪工作机会。听到这，你敢有对老师傅愈来愈好嫌呢？伊有耐心，有爱心，把所有的时间拢奉献予异乡的弱势族群。毋过，伊家己敢袂有苦痛，敢袂有怨气，是虾米款的家庭教育，虾米款的信仰，会当培养出像伊安尼无私的人呢？咱来做伙听落去。老母伫1月25岁出门的时，交代伊爱照良心过日的家训，请2领碰鞋衫，互1月寒天寒人通穿。每2礼拜写一张被，互1月36年来从来毋捌断过。老一峰神父家己一生拢照顾边缘人，连见老母的老爸最后一面嘛错失去。小妹大兄的婚礼嘛无法度参加，思念故乡的时，伊就看相片，摸老母留落来碰鞋衫，安慰自己。老母过身，留互伊大伯300多万的遗产，伊遵照老母的愿望，用伫华人照顾需要被照顾的人的身躯顶。安德启智中心的医生，因的年岁愈来愈老啊，照规定超过45岁医生袂当留伫中心。毋过因一旦离开，生活无法度自理，生存就困难。何况智能不足的人会受较短，爱赶紧设法互因有一个安歇的园地。老一方神父就筹建安德医方院，互医生有一世人终老的所在。经过10年的募款，伊相信人计划天安排的信念。这间完全由民间的力量，无政府补助的安德医方院，伫2019年4月31日启用，建筑费约1亿的医方院，占地1000多平，是4站半无障碍空间的建筑，内面有复健、中照的设备，会当收留50位45岁以上的医生，连同对面整修过安德启智中心50位较少年的医生，拢总100位医生，需要由老一方神父来甲因领导甲照顾。甘愿互人叫笨手神父，嘛毋愿放弃边缘人的老一方神父，伫2017年4月摕到台湾的身份证，正式的成做台湾的公民。伊欢喜的宣布讲：“我结婚啊，新娘啊就是台湾，是一世人的夫妻。我即马就是正港的台湾人啊，请恁毋通阁叫我阿独啊。”有人问老一方神父，若准伊过身去，是毋是要早转去法国台呢？神父讲：“我伫台湾住55年啊，他乡变故乡，台湾就是我的故乡，当然是待伫台湾才对。”伊阁讲：“我已经找到一个龙骨塔的地下室，拢无人爱囥，阁俗阁清净。等候时间一到，甲我小小的囥伫地下室。我有天主教的信仰，相信有天父的照顾，耶稣的祝福，囥伫倒位拢无差啦。”多谢各位的收听，咱后礼拜拜二再过来坐。
甲爱奉献予变恩人的传教士刘一峰神父的故事，由李占星老师讲过，洪伟霆写作台文讲义过，嘛写钢琴配乐。郭明华、郭依婷校对，陈湘荣、吴玉金、郭明华是这集的编辑。林基珍读 Instagram 的字卡，周建佑是执行长，我是制作人辛武平。大家听了若是有感动，也是互你看世界有无同款的角度，请甲阮的连结传互一个人，甲伊讲老神父对台湾的疼心，嘛邀请大家来留话，甲阮讲恁想要听啥物人的故事哦。听故事的时，若是有听无清楚的所在，请你找阮的网站台语 story.com 内底有文稿通对咧看。更较方便的是，即马伫 YouTube 嘛会使听阮的故事，才会记你家己无拍开。过来，阮的面册有上新的消息 ，Twitter 就是即马改名做 X， 是用英语介绍故事。Instagram 有字卡通学新词，这个网链拢会当伫 Podcast， 或者是 YouTube 下骹找到。后礼拜咱要来讲郑成功的故事，多谢你的收听，咱后礼拜线顶再相会。